G7 外长14发表联合声明，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，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，而且删除一个中国政策的讲法，鼓励透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的问题。台湾的外交部是表达感谢，强调会继续甲民主国家强化合作，但是这敢代表欧美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较强硬？或者是分析，也阁需要观察，也建议政府继续强化甲欧洲各个议会的交流合作。G7 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同齐协商，也搁伫当地时间14发布联合声明，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，也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，搁一摆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也是协调改变现状的企图，鼓励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。也删除一个中国的政策表示，咱国外交部表达感谢。外交部对于 G7 成员持续与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，表达高度的欢迎与诚挚的感谢，将持续与 G7 成员与友盟国家加强合作，并携手打造非鸿供应链。因为美国国务院官网理会多三度无支持台湾独立的文字，外界解读欧美国家对中态度转向强硬，或者分析虽然 G7 罕见暂度过去，为要安打北京所提起的一个中国表述，也毋过因为内部成员各自对中政策无同，也爱进一步观察，建议政府继续强化甲欧洲各个议会交流合作。他拿掉一个中国政策，不表示是说他就不遵守了，跟各国的议会啊，包括英国也好，包括这个德法也好，甚至是加拿大、美国，我觉得跟日本还是要保持好的关系。另外，美国对台海的态度，学者认为，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风格有无确定性，未来可能形成的川习会会是观察重点。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唐纳德斯等人就是提案，希望美国将台湾当作正式名称，避免用中华台北以反击中国政策的领土主张，爱强化挺台立头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